讲一嘴思念的茶，配一片故乡的话，用上亲的母语激出生活的甜。欢迎收听《故乡生活台语诗》。甜甜甜，用生命写诗，用灵魂唱歌，爱讲袂出嘴，偷偷甲情诗带入心肝眼，用电子批寄相思，用面册写故事，爱毋敢提起，暗暗甲情诗的插头爬落来。蒙蒙雨和淅淅情相拍电，有艺发演搁酸甜。微微风甲情线藤加安安，伫闪电中跳舞。前世记忆，一世情痴，甜甜甜。咱今仔日的故乡生活台语诗第12集分享的是嘉义的韩文老师所带来甜甜甜。这首诗的标题非常的特别。接落来，咱邀请韩文老师来跟大家分享伊写这首诗的心情，也有台语文的用字。咱这首诗甜甜甜咱拢讲人生嘛是真正足侪感情。这个感情呢，用诗甲伊写落来，咱一世人那爱这个诗的人，伊会像用生命咧写诗。谁人讲用灵魂唱歌呢？爱唱歌的人，伊的满腹拢是遐个歌，所以伊的灵魂当然嘛是一个足爱唱歌的人。即摆的人呢，有当若讲爱着一个人，歹势讲出嘴，咱这台语咱就甲伊讲，偷偷甲这个情绪甲伊带入这个心肝眼。这心肝眼，就是讲内心深处。即摆毋管是电子批啦，还是面册啦，拢嘛足时行足流行的所以呢，用电子批来寄相思，甲你所想的用电子批来寄过去。用电子批寄相思，用面册写故事，爱毋敢提起。暗暗甲情线的插头爬落来。咱讲这个心肝眼，我咱讲心肝眼咱这个眼就是心眼的眼。什么叫心眼？什么叫眼？迄个物件拄发出来，迄个幼艺就是眼。先煞伫遮讲到，阮一个幼眼儿童台语文学，阮就是用这个眼，拄发出来，拄孵出来，花啦、草啦、菜啦，迄种拢会当叫做眼。过来，咱讲这个。加情线藤，加安安，这个加是蜜织布，再一个胶螺丝架，咱的架
安，嘎嘎安安，这安嘛是同款，密字部在一个互相的互。今仔日咱欣赏的这首诗是咱韩文老师所带来甜甜甜。接下去，咱邀请清代台文系教授卢兴昌老师来跟咱分享伊听这首诗的感受。这首甜甜甜哈，伊这是用甲现代的一个方式，尤其是甲资讯的这种的社会哈这个时代，伊要写伊的爱情的时阵要安怎来写？伊才有一个真趣味的一个想法，就是讲，伊的感情不一定有写出来，嘛不一定有甲寄出去。伊无写出来的这物件，伊就是讲，实际上是用伊的生命伫咧写迄个诗，用灵魂伫咧唱迄个歌。伊的爱情讲袂出嘴，讲袂出嘴，毋是无迄个爱情，是干那迄个爱情讲袂出嘴，是偷偷将迄个情绪带伫伊的心肝底、心肝影仔内底，安尼就对吼。所以有足多迄种诶，咱人诶感受，常常拢会拄着讲，我的心情足有迄个感觉，但是我若讲要讲诶时阵，迄话语都毋知要安怎安排。咱常常拄着这迄个时阵，伊感觉讲，迄个爱情上该高，可惜就是讲袂出来。即摆佫刷落来。资讯的社会，大家拢用电子批，电子批听过去写你的感情，你用你的 FB 听过去写你的故事，毋过呢，写都有咧写，都无咧铺，写咧无淡仔铺，你迄个对象你都毋知伊咧想啥物货安尼，这拢甲头前共款，无讲出来，无铺出来，实际上拢是上解。教会迄种的感情安尼就对，甜甜甜，互你感觉讲无法度表达，但是嘛无法度偷放，无法度偷放，迄个感情永远存在，毋知要如何才好安尼就对。所以用这种的方式来表示讲吼，伊到底是咧讲什么感情，咱当然毋知，伊一定有一个对象，这个对象到尾的时阵，对方嘛毋知。伫毋知的情形下面，伊将这永远保留伫伊的生命内底，而且变成是啥物货？生生世世永远记伫伊的基因内底的迄种一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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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DNA 内底。用生命写诗，用灵魂唱歌。爱讲袂出嘴，偷偷甲情绪带入心肝眼，用电子批寄相思，用面册写故事，爱毋敢提起，暗暗甲情绪的插头背落来，蒙蒙雨含湿湿情相拍电。不艺发演搁酸甜，微微风甲情线甜加安安，伫闪电中跳舞，今世记忆，一世情痴，甜甜甜。咱今仔日的故乡生活台语诗是由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韩文老师写诗，卢兴昌老师分享心情感受，洪嘉文吟诗，查某客电台制作，教师主持。非常感谢你的收听，咱后一次再继续空中再会。